再来看 Uber Eats 宣布讲，要收购Foodpanda台湾的业务，目前已经进入公平会审查了，按算12月19会有结果。有立委是指出讲，两个平台若合并，市占率会超过80%，有垄断的疑虑。也毋过，伊嘛讲，公听会目前只开市场并无够。Uber Eats 甲Foodpanda外送平台并购案，去予公平会要求报警，总算伫即个月初8被这文件，目前是进入审查庭序，一定12月19前做出决定。按过看公平会主委李美的任期，敢到明年1月底，有立委是关心，敢会一直任期来完成？我们审这个案子一定照这个法定的程序来处理，我不会把任期与否作为考量这个的因素。所以不会在你1月31号，所以再继续拖就对了。不会拖，不会拖。在你任期前可不可以结束？我想要看委员会讨论的情形。立委指出，针对外送平台并购案，目前公平会刚刚伫台北、宜兰、台中、高雄有开过市场座谈会，应该爱更加谨慎评估并购对消费者、外送员甲餐饮业者因的冲击。公平会是表示，拢有看机关联络，当时原来有回收全台湾600多份问卷，听各界意见。按过其他立委是质疑，公平会12月初4要搁开会，除了找学者、专家甲外送平台，煞拢无找消费者代表甲餐饮业者。为什么只有平台呢？你应该对这个消费者啊，对那个外送员工会，应该他们要办一场啊，不是吗？因为这些都你看不要公平，这些都有亏轨啊。我们在程序上也有一些专家哈，那还有潜在竞争者在产业上的不同的关系。下个礼拜12月4号是不是闭门会议？它不是一个秘密的会议，这件事情是可受公平。立委表示，若做两大外送平台合并，市占率会超过80%，可能有独占市场的疑虑。国家最近双平台一直调降外送费，合并了后的外送员权益，嘛爱做伙做考虑。安尼才有法度保障外送员、消费者甲餐饮业者因三方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